首先入到門口嘅位置就係一個長方形嘅客飯廳，窗口嘅景觀咧望向南邊嘅景觀嚟嘅，周圍都翠綠懷抱。然之後去到廚房嘅位置，廚房家電齊備，就呢度就係工人房啦。然後工人廁，之後我哋去到睡房嘅位置，睡房空間足夠咗一個三邊落床，間隔四正。然之後去到套房。套房空間同樣都係方正實用，即使做一個三邊落床，空間都綽綽有餘。然之後浴室一個名次嘅設計，配備浴缸，而且呢個光質分離嘅地方添喎。浴室都係一個乾濕分明嘅企缸設計，而且係個名次嚟嘅。其後睇埋呢間睡房啦，睡房嘅空間呢度咧都做一個嘅地台位，可以收納好多嘅衣物。好啦，我哋今睇住咁多先啦。如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690777297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